即係你人生有個課題俾你考驗你，要你去過關。如果你唔過關呢，就好似考試唔合格，要不斷 repeat 重考嘅。你所成日遇到嘅係遇親都難，還是係最近難咋？當你成日都係難啦，係嘛？即係人生裏邊不停遇到同一個問題啦，唔止係爛桃花嘅，有時可能係財政或者係工作上。如果不停咁樣遇到同樣嘅問題呢，即係你人生有個課題俾你考驗你，要你去過關。如果你唔過關呢，就好似考試唔合格，要不斷 repeat 重考嘅。如果你話講爛桃花呢樣嘢呢，有幾個原因嘅，可能係原生家庭啦，可能細個有啲經歷啦，可能父母嘅陰影啦，種落咗喺你度，你自己唔知喎。跟住去到某啲場景呢，譬如個男朋友係比較固執或者係中意話事，咁你諗翻呢原生家庭，譬如我舉例，細個有一啲經歷呢，係見到爸爸媽媽成日嗌交，可能爸爸係好固執好強勢，佢個男朋友又係咁，佢唔想咁樣呢，咁佢就會用翻佢知識經驗去同翻個男朋友講啦，即係佢唔明白男人呢可能要做英雄，其實你反為變咗軟弱啲呢，佢會好錫你，你越強呢，佢越反對，咁用錯方法咯。